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平凡的台湾清晨，阳光透过窗帘洒进厨房，空气中飘着热腾腾的稀饭香。你走到桌边，加了一块腌制得红彤彤的豆腐乳，或是配上几罐常见的面筋、酱瓜，又或者你习惯在路口的便利商店随手抓一个饭团、一块面包，配上一瓶含糖的奶茶。这对我们台湾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甚至带着幸福感的画面。但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这份看似平常的早餐，可能正在一步步偷走你的视力。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因为你老了，更不是基因遗传的问题。真正让你眼睛慢慢变瞎的，正是你每天早上送进嘴里的这些食物。视力的丧失，往往不是像断电那样突然漆黑一片，它更像是一场漫长而安静的告别。起初，你只是觉得看报纸有点吃力，或是傍晚的光线让你感到模糊。你以为这只是老花眼，或者昨天没睡好。但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它不痛不痒，没有任何剧烈的预警。等到很多人终于意识到不对劲时，往往已经是在家庭聚会上，却连坐在对面孙子的笑脸都看不清了。那种深沉的恐惧与无力感，是任何药物都难以弥补的。如果你能耐心听完这段影片，我将告诉你如何透过掉枕早餐来守护你后半生的光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专业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专注收看这段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如果没有，请输入0。我是一位从医超过40年的老医生，在我的诊间里，我看过无数因为视力退化而崩溃的患者。他们常常问我，医生，我明明很注重保养，为什么眼睛还是坏了？在这里，我必须严肃地告诉你，如果你现在关掉这段影片，你很可能会继续维持错误的饮食习惯，而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加速视网膜的衰退。这不是在吓唬你，而是我自己10年来在临床上看到的真实悲剧。当你长期吃错早餐，身体会给你3个不容忽视的讯号。首先是清晨视力模糊，刚起床时感觉眼睛有一层雾，要过好一阵子才散去。其次是光敏度异常，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怕光，或是在光线切换时，眼睛需要很久才能适应。最后，也是最令人心碎的，是你开始无法辨识熟悉的脸庞。看人的轮廓是清楚的，但细节却变得扭曲。这些后果并非一朝一夕造成，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我曾见过太多长辈，因为不舍得浪费剩菜，或是习惯重口味，最后只能生活在模糊的世界里。但请不要绝望，好消息是，只要你现在开始理解正确的营养逻辑，一切都还来得及修复。接下来，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发生在台中的真实故事。让我们来聊聊住在台中的林阿姨。林阿姨今年67岁，身体一向还算硬朗，除了稍微有一点点高血压，平时连感冒都很省。她是一个非常勤俭持家的台湾传统女性，早餐最喜欢吃的就是稀饭配酱菜，或是加热昨晚剩下的青菜，觉得这样既暖胃又省钱。大约半年前的一个早晨，林阿姨像往常一样在客厅等着小孙子跑过来抱她。当小孙子开心地跑向她时，林阿姨突然愣住了。她发现，虽然她知道那是她的孙子，但她竟然看不清孩子的五官。孙子的脸在她眼里变成了一团模糊的肉色。那一刻，林阿姨心中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她以为自己中风了，或是得了什么怪病。她慌忙去医院做了各项检查，心脏没问题，脑部也没问题。医生最后看着她的眼底摄影报告，摇了摇头说，这是视网膜黄斑部的严重病变。林阿姨坐在枕间，手微微颤抖。她不断地重复说，我以为只是年纪大了眼花，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竟然是因为我吃了20年的早餐习惯害的。林阿姨跟我说这句话时，眼眶里满是泪水，
那种惭愧、恐慌与不甘心，深深地刺痛了我。他觉得自己成了家人的负担，连看着孩子长大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当时我轻轻拍住他的肩膀，安慰他，这并不是他的错，因为在我们这一代的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原来某些我们认为养生或习惯的食物，对脆弱的眼底血管伤害有多大。林阿姨的故事并非个案，它反映了许多台湾长辈的现况。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为了方便，为了节俭，牺牲了最宝贵的健康。但请记住，我分享这个故事不是要让大家焦虑，而是要让我们学会觉醒。为了让大家明白为什么早餐这么重要，我想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可以把身体的血液想象成运送物资的小货车，而你的血管就是公路。至于你的视网膜，就是位于公路最末端、交通最不发达的偏远小村庄。这个小村庄非常依赖货车送来的氧气与营养，因为视网膜是人体代谢最旺盛的组织之一。当你早餐吃进了高糖、高盐或是劣质油脂，就像是在公路上塞满了故障的车辆，甚至让路面变得泥泞不堪。这时候，血液这台货车就到不了视网膜这个偏远村庄。如果这条公路长期损坏，村庄里的居民，也就是你的感光细胞，就会因为得不到补赔而枯萎死亡。大家要明白一个关键，眼睛的微血管是全身体最细、最脆弱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的饮食出现问题时，眼睛通常是第一个发出故障讯号的地方。虽然眼睛是第一个受害者，但它也是生命力非常顽强的器官。如果我们能及时修复这条公路，清除路上的障碍物，并换上最高等级的补给物资，视网膜的衰退是有机会被止住，甚至部分恢复的。所以，了解怎么吃病，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这是在为你的眼睛维护这条生命线。很多病人在听完我的比喻后，才豁然开朗，意识到每一口早餐都在决定他们未来的视野。接下来，我们要来盘点一下那些我们每天都在犯却浑然不知的早餐错误。在台湾，早餐店的密度世界第一。我们常见的早餐大致可以归纳为3种类型。第一种是传统中式，像是烧饼、油条配豆浆，或是稀饭配肉松、酱瓜。第二种是西式连锁，像是火腿蛋饼、大冰奶，或是涂满乳酪的吐司。第三种则是为了赶时间而选择的超商便当或面包。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可能让你们感到震惊的事实，这些食物对20岁的年轻人来说，或许还能靠代谢扛过去，但对于6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这简直是在对眼睛投毒。为什么我敢这么说？我们先看油条和蛋饼里的劣质油脂，这些经过高温油炸或重复加热的油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直接攻击你眼底的微血管。再看稀饭配的酱瓜、腐乳，这些高盐分的加工品会导致血压瞬间波动，让脆弱的眼底毛细血管承受巨大的压力。很多人说，医生，我早餐都有吃烫青菜啊，应该很健康吧？这就是我想说的破坏性认知，并不是你吃了菜就代表健康，关键在于你怎么吃。如果你吃的是隔夜加热的剩菜，里面的维生素早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亚硝酸盐。如果你喝的是含糖的豆浆或奶茶，那高涨的血糖会让你的血液变得粘稠，就像在血管这条公路上灌满了胶水。这不是你吃的不够丰富，而是你吃错了方法。我常说，很多人不是输在缺乏营养，而是输在错误的习惯。你以为你在养生，实际上却是在透支视力的余额。这种错误的认知正是造成现代长辈视力问题的主要原因。我们必须打破只要有吃就好的观念，眼睛需要的不是热量，而是精准的抗氧化剂与干净的血液环境。当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改变其实并不难，只是需要一个点勇气去打破旧有的生活模式。在我们进入具体的食物名单前，我希望大家能理解错误的早餐是如何在你的身体里运作的。这有3个安静却致命的机制。
第一是慢性发炎，当你摄取过多的加工糖分与化学添加物时，身体会处于一种微弱的发炎状态。这种发炎就像是隐形的火焰，慢慢灼烧着你眼底的感光细胞。你感觉不到痛，但你的视力正在一点一滴地蒸发。第二是隐性饥饿，这是最讽刺的地方。虽然你吃得很饱，但你的眼睛却在挨饿。视网膜需要高度浓缩的叶黄素、玉米黄素与花青素来对抗光线的伤害。如果你早餐只吃淀粉和油脂，你的血液里就完全缺乏这些守护神，导致眼睛在面对阳光时毫无防备。第三是毛细血管的微压力，眼睛的血管比头发还细。当你摄取过多的钠离子，也就是盐分或反式脂肪，会让血管壁变得僵硬易碎。每一次的心跳对这些受损的微血管来说，都像是在承受巨大的冲击力。你的身体非常聪明，它会优先把营养分给心脏和脑部，而眼睛总是被排在最后。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检查报告可能看起来一切正常，但你的眼睛却已经开始抗议。虽然你现在感觉不到这些机制的运作，但你的眼睛每天都在承受这些微小的损伤。好消息是，一旦你了解了这些机制，你就掌握了控制权。你不再是被动的等待衰老，而是可以主动透过饮食来拦截这些伤害。理解科学是为了让我们更有力量去守护自己。接下来，我将直接列出5种最危险的食物类型，请大家一定要拿笔记下来，或是转发给家里的长厨人。现在，请大家认真听好，这5类食物在台湾的早餐桌上极为常见，但它们对长辈的视力威胁也最大。第一类是2度加热的蔬菜，很多长辈为了节俭，会吃昨晚剩下的剩菜。青菜经过重复加热，不仅营养流失殆尽，还会产生氧化物质。这些东西进入血液后，会直接增加眼底的负担。第二类是未经处理的生冷蔬果汁。现在很流行早餐喝精力汤，但对于脾胃较弱、循环较慢的长辈来说，一大早饮用冰冷的生蔬菜泥会导致血管收缩，让眼部的微循环在清晨最需要营养时反而受阻。第三类是高盐分的腌制配菜，这包括了大家最爱的酱瓜、面筋、豆腐乳和咸蛋。这些食物含有惊人的钠含量，会引发眼压的波动。对于有青光眼风险的朋友来说，简直是隐形的炸弹。第四类是伪装健康的精致加工品，例如市售的养生饼钱、含糖的谷物片，或是添加了人工色素的吊胃奶。这些食物标榜营养，但背后的高糖与添加物却会诱发刚才提到的慢性发炎。第5类是含防腐剂的罐头与包装食品，很多便利商店的加工肉品，如火腿、培根，含有亚硝酸盐与多种化学添加剂。这些物质会干扰血液运送氧气的能力，让视网膜处于缺氧状态。我要强调，分享这份清单的目的不是要让你从此什么都不敢吃，而是要让你建立筛选的意识。你不需要在一夜之间戒掉所有爱吃的东西，但你必须知道哪些东西是偶尔解馋，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天天出现在早餐盘里的。了解风险是避开风险的第一步。当你开始减少这5类食物的摄取，你就是在为你的眼睛争取复原的时间。接下来，我会教大家如何正确的吃，才能真正喂饱你的眼睛，让你的世界重新亮起来。说了这么多不能吃的，大家一定很想知道，那到底该怎么吃才对？其实原则很简单，我把它总结为3个核心。第一个原则是正确烹饪。如果你想吃菜，请选择现炒或现烫的当季青菜，并且一定要淋上一点优质的好油，比如橄榄油或苦茶油，因为守护眼睛最重要的叶黄素是脂溶性的，没有油脂，吃再多菜也吸收不了。第二个原则是分量适中与多样化。一份优质的长辈早餐应该包含1小碗全谷类，如燕麦或玄米，1颗高品质的鸡蛋，以及2份不同颜色的蔬菜。鸡蛋黄里的黄斑色素是眼睛最天然的遮光镜。
第3个原则是拒绝错误囤积，不要再买大罐的罐头酱菜囤在家里了。新鲜的食材虽然麻烦1公点，但它带来的生命力是加工食品无法取代的。如果你真的赶时间，煮1颗水煮蛋配上1小把坚果，也比吃市售面包好上100倍。这套方法我已经在诊间教过无数的病友。许多像林阿姨一样的患者，在调整饮食3个月后，不仅精神变好了，连视力检查的数据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他们最常跟我说的话就是医生，没想到只是换个早餐，看东西真的变清楚了。这并不是奇迹，这只是身体得到了它真正需要的燃料。你绝对可以做得到，只要从明天的第1顿饭开始，每一餐都是一次投票。你在投票决定你10年后的视力品质，这不需要花大钱，只需要你对自己多一点点的用心。亲爱的朋友，想象一下，几个月后，你依然能清晰地阅读报纸上的小字，能看清窗外远处的山峦，能在夕阳下温暖地看着孙子跑向你。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现在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吗？健康不是为了活得久，而是为了活得有尊严、有品质。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因为吃错早餐这个种小事而失去看见世界的权利。视力是我们与世界连结最美的桥梁，请务必好好爱护它。如果你愿意为了自己的眼睛做出改变，请在评论区留言1，让我们互相鼓励。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的家人朋友有帮助，请一定要分享给他们。你的每一次分享都可能守护一个家庭的光明。谢谢你陪我聊到这里，我是你的健康伙伴，祝你有个清晰、明亮且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